人我来讲一个圣诞恭喜咧，好无？进入这个12月，咱开始伫咧期待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已经要为着你、为着我降临世间吼！圣诞恭喜，哈！圣诞恭喜哦！上帝听你，哈！上帝听你啊！哦，这个帅哥咧！吼，若看到这少年会当缀阿公阿嬷出来咧，哈，就偌好咧！逐个人会当同心追求同一个信仰，一代续接一代吼。好，来，咱抱着欢喜的心来准备哦嘿。咱来看今仔日的启应文41篇，启应文41篇。嗨，启应文 ，OK， 因为咱换新信息，所以一寡用词咱拢爱定心个学习吼。来，咱三甲来，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荫的地人有光在照因。你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因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亲像在收割的欢喜，亲像在分战利品的快乐，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你有拍碎因的背，因在背的担，因在背的担，担甲担有啥物无共款？担是迄个兵担。迄个担是载重的，迄个担就是迄个所以讲喙因的担，所以互因都袂当搁担物件。讲断因肩头的棍，压制压迫者的鞭，迄个担甲鞭拢甲压落去啊吼，所以迄个压迫人的就袂当搁欺负人。侵略者的军话。过着血的军服，拢会做柴烧。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赐予咱。伊来较紧哦。你要担当国政，伊的名要称作显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应地地的天父，和平的君王。伊的国权无强，伊的和平无尽，伊要坐大笔的宝座，继承伊的王国。来 ，OK， 伊要公平正义通治，对这时直到永远。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OK， 咱来。吟诗，今仔日要吟的诗41首，请来，伊玛瑞利。请来，伊玛瑞利，伊玛瑞利就是上帝要甲你三甲同在。不管你即句的情景是怎样，上帝伊应允，我要甲你同在，我要陪伴你行过你人生的苦难。预备来，请来，伊玛瑞利，救赎以色列真行日。因受千刷是真相信，抬头望神行公义，欢喜，以马瑞利，以色列人主要来临。这是咧期待上帝的囝。
咱的救赎主来临，来到咱的中间，吼，来，咱过来吟42首，请来耶稣愿所仰望。后礼拜就是圣诞节我要鼓励你，带你家庭的人，逐个人三甲来，用欢喜的心来迎接上帝将伊独生圣囝做上好的礼物赐予咱。这首歌可能较新，不过咱定定嘛爱学新的歌吼。这是伫巴西真散车的人的中间出来一首歌，来，请来耶稣愿所仰望，救主民得到自由，赞愿脱离一切压迫，我命对你的保守。来投帮受难的同胞，救因出路暗地界。你会听，予阮得着心，为民百人生无地。搁一摆，来，请来耶稣愿所仰望。救主民得到自由，赞愿脱离一切压迫，我命对你的自由。来投帮受难的同胞，救因出路暗地界。你会听，予阮得着心。为民百人生落地。当咱唱这首诗是巴西拉丁美洲的歌，是蓝调，是带一丝丝的哀怨，因为遐百姓真辛苦，所以因唱虽然唱出曲敢若真快乐，但是是带着哀伤的感情，所以咱伫咧唱第一谱表的第三音，救主民，救主民得到自由。迄个所在爱对下骹甲牵起哩。这首诗歌总共有3个所在是安尼：第三个谱表，活命对，活命对，你的自由。伫上尾一句，为明白人生目的。迄个所在，咱若安尼用下骹甲牵起的时阵，迄种歌的感情就会出来。咱过来唱一摆。请来耶稣咱所仰望，对主民得到自由。赞愿脱离一切压迫，我嘛对你的保守。来头帮受难的同胞，救因出路暗地界。你会听，予阮的脚心，为明白人生目的。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会使三甲主旨，请咱同心来敬拜我伫遮地学
伫这地学路，我伫遐地学路，我伫什么所在拢是要学路。我伫这地学路，我伫遐地学路，我伫什么所在拢是要学路。我伫这地学路，我伫遐地学路，我伫什么所在拢是要学路。我伫这地学路，我伫遐地学路，我伫什么所在拢是要学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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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是，今仔日阁是一礼拜中一个全新开始的日子。经过一礼拜无闲，咱就亲像环保电池一样，是毋是已经是将要无电啊？这时新泉敬拜团想要邀请你做伙来领受上帝快乐喜乐的充满，用你的笑容向边的人，这时候要来击掌充电，这样击掌充电哈，对因来讲真欢喜看见你，请咱起立向5个人来击掌充电，平安真欢喜看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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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掌充电，平安真欢喜看见你。这时我要请咱做伙有缘起立徛咧，用咱的笑容，用咱的活力，做伙来敬拜。当中有一个节奏，就是恰恰恰三下，希望大家能够呢拍手来掌握住，是什么地方呢？我的心咪所在拢是要学路，恰恰恰3下，搁一摆。我的心咪所在拢是要学路，恰恰恰，还有最后一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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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来，恰恰恰。好，这时候准备好你的笑容，你的活力，一起来敬拜。我的家的学路，大拇哥借我。我伫这地学路，我伫遐地学路，我伫什么所在拢是要学路。来，恰恰恰。我伫这地学路，我伫遐地学路，我伫什么所在拢是要学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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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这地学路，我伫遐地学路，我伫什么所在拢是要学路。恰恰恰。我伫这地学路，我伫遐地学路，我伫什么所在拢是要学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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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大家用你的手来表现耶稣奇妙的疼，只是将你的手来借我，当我模仿我这样子哈，来准备哦，注意看哦，非常悬换你，非常悬，非常轻换你，非常轻，很好，非常快换你，非常来念快出。来，奇妙的疼换你，来，奇妙的疼，好，对头来唱哦，耶稣的疼，真正奇妙，耶稣的疼，真正奇妙，耶稣的疼，真正奇妙，奇妙的疼。非常悬，我袂当跨过你；非常深，我袂当测量你；非常宽，我袂当测量你。奇妙的疼，耶稣的疼。耶稣的疼，真正奇妙；耶稣的疼，真正奇妙；耶稣的疼，真正奇妙，奇妙的疼。2018年已经是来到第12月份，今年你过了好无？生命中的道路就亲像咱嘅开车，不管你开的还是你骑的，是大车、小车、奥多摆还是脚踏车，只要是你捌开过车的人，拢知开车的时阵，总是有一寡特别的状况来发生。有时，当咱嘅赶时间，无细日油门就打伤深，超速、闯红灯，收到一张咱足无爱看的单，迄张单叫做罚单，对。有时，咱要去的所在路无熟，天气阁无好，路况也无好，开底是真惊险。有时方向唔对，判断错误，行袂路，路唔对交流道，无法度，只好阁加了时间来行远路。有时因为家己的，也是对方的无细致，虽然大家开车技术拢袂歹，但是嘛是有 NG 的时阵小弄。有时有一种状况，就是咱的车无好好啊来保养，竟然车抛锚、罢工、歹去了。亲爱的朋友，无论你人生的路拄着什么状况，伫上帝疼的稳定中，伊绝对袂甲咱吊销驾照，伊会予咱进步的机会。伊要对你来讲，囡仔，这段路你开了无好，但是不要紧，后一段路你爱加油，后一段路你爱加油。这首诗歌中，愿咱对主来讲，主啊，伫未来的日子，主啊，我需要有你伫我的生命中。主啊，我需要有你伫我的生命中。咱做伙来唱。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予我会当顺他的旨意。我愿将你的话藏伫我内面，随路手的工，正做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心心，赐我力量，予我会当勇敢向前行。我知我是我的软弱，我有错，
愿你甲阮同行。主啊，每一天，阮需要你，阮需要有你伫阮的生命中。请咱对头来唱，主啊。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行，予我会当遵行你旨意，换我将你的话藏伫我内面，做路真话讲，正做我脚前的行。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赐我开力，予我会当勇敢向前行。山在有时我的软弱搁摇伞，求你引带我，予我袂搁行迷路。我需要你，我伫我生命中。予我的一生会活出你旨意，予我袂当照做你欢喜的行程，予我的一生会当彰显你荣耀。我需要你，我伫我生命中，予我的一生会活出你旨意。愿咱每一天、每一步，拢有主的保护，勇敢来向前行。阿门。请兄姐起立。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伊比所有的神明应该搁较受敬畏。咱这时要来纪念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利亚德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碟咱由愿同心来祈祷。无听痛的上帝，愿感谢你。伫太降节第三主日，我们被万变救主耶稣的降生。伊是弥赛亚，伫2000多年前，上帝有差遣独生的圣子来到这世间。
阮的救主愿意卑微到伫阮有罪的人的中间，甘愿选择举迄个十字架，面对死亡，为着传上帝的救恩，甚至受苦顶十字架，牺牲流血，流出伊的宝血来洗清咱所有一切的罪。互见若信伊的人，会得到国活的愿望。感谢上帝，互阮不但得到救恩，同时也得到喜乐甲恩典。总是阮却无备办好势来回应上帝，来服侍伫应该尽的职分。恳求上帝赦免阮的软弱，怜悯阮的亏欠，同时也洗清阮误会的心思意念，互阮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虔诚来服侍敬拜你。伫上帝内面白白得到恩典，是要将抬杠节所传达来的显明真实的听甲喜乐。愿这个愿望，愿感谢，愿一切的懊恼甲尊贵，也要归伫上帝的圣名。这条愿用你来求讨。当阮的兄弟中间有人心灵欠安的，无论伫病院接受治疗的，或是伫恢复中疗养的，愿上帝的医治甲所有医护人员的照顾，甲医疗的治理，以及因亲人的照顾，伫即款艰苦试炼的日子，来帮助因扶持因，互因软弱的心灵，搁一届得到徛在。伫上帝保守看顾的下面，互因早日会当恢复健康。感谢上帝的恩惠施乐伫因的中间。阮也为着12月7八张替男兄伊亡主运调，伊也要伫12月21日，就是即礼拜拜五透早9点，要伫1楼伫遐来举行瞻仰献花以及告别礼拜。愿上帝安慰遗族，扶持因的软弱，带领因日后所有的日子，互因有上帝永远活的愿望，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救恩内面有平安。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暗暝间听阮恳求的声。我来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来，即条要来交托上帝话，启文第41篇，也就是以赛亚第9篇。我来启会众来用。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你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亲像伫收割的欢喜，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降断因肩头的棍，侵略者的军鞋。过着血的军服，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伊要负担国政，显明的道师，永在的天父，伊的主权无强，伊要坐大笔的宝座。
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这声万民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即个要来恭守上帝话，伫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29节，以及哥林多后书11章第29节。三工来听上帝话，恁既若着我担重担的，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我心内温柔谦顺，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搁一位29节，自罪软弱。也我无煞软弱啊，自罪着达，也我的心无亲像火倒啊。愿荣光归伫三位一体上帝啊，祝福伫听叹伊的话的人。即条咱要来纪念金句，咱大声来念大语的部分。所以人若点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当拢变成新的。华语：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的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时赞美要来请圣乐队，因所要赞美的曲是圣诞佳节的这个主曲吼。
阿免。今日早起，咱的王牧师伫遮要甲咱传讲的信息是，搁互我一个机会。大家平安。伫咱的人生，咱真正需要一摆搁一摆，一摆搁一摆对主讲，主啊，搁互我一摆的机会。破病的人讲，主啊，搁互我一摆的机会，身躯会当好起来。伫交互病房的人会伫咧祈祷讲，主啊，搁互我一摆的机会，当离开即个交互病房，倒转去到伫我的厝。真侪人到伊是大人要离开的时，然后真艰苦心，流着目屎讲：上帝啊，搁互我一摆的机会，因为我对是大人有太侪亏欠，搁互我一摆的机会。这个音幕还袂出来哦。等下。所以，搁互我一摆的机会，我想。这是咱定会祈祷。即摆问题是，当上帝真正互咱一摆的机会拢完成啦，毋知迄个日子了后，你的生活的态度有啥物改变无？还是甲过去衰退的日、疏忽的日拢共款？搁互我一摆的机会，咱咧讲机会 （opportunity）。一个勇敢的人，伊会去创造机会，伫无来变做有，亲像尼哥底母。伫伊的生活的圈子内面，逐个人厌恶，甚至要杀耶稣。伊伫咧求，伊要亲自甲耶稣有一摆的机会。智慧的人，伊是咧掠条机会，因为咱定定知影，机会稍纵即逝。真侪物件，毋是上帝无互咱机会，是一摆一摆的机会，对你的目睭前直直过，然后你拢怎放互过去？无人伫咧呼召你，然后呼召的时，你拢直直提示。那你若是一个 dream seeker， 伫咧追求梦的人，你是咧找求，不断伫咧找求的机会。我毋望少年人。甚至到你60，你还搁咧找求你人生无共阶段的机会，亲像撒该。但是咱讲，即世间真侪时阵有一寡无彩、愚戆的人，愚戆的人一摆搁一摆互机会直直无去，迄拢伫伊的目睭前，全直直丧失去。搁互我一摆的机会，耶稣。不断伫圣经的内面，互咱的既若伫基督的内面，既若伫基督的内面，拢是正做新创造的。旧的过去，新的临到。毋知你有即个经验无？一摆搁一摆，伫你的人生拄着一寡代志的时，真正搁倒来信仰来想，用信仰搁定心来思考你的人生，然后你会看见你有咧调整，你有咧调整，然后你调整你的一寡生活的态度，调整你的一寡思考想法，调整你人生新的价值了后，甲主定心对话了后，你放弃一寡物件，你放弃了后，有影。你的人生有一个新的转向，所以这直直咧讲，不管你是啥人，不管你的人生行到倒一步，定定拢搁倒转来，搁倒转来，伫基督耶稣的内面定心伫咧自我定位，自我定位，因为这个机会无定定有。耶稣会当甲遐个罪人，各种无共款的罪人，三甲坐倒，甚至入去到因兜，就是要互遐个罪人有机会通过甲伊接触了后，生命有一个新的机会。上帝的国永远拢伫咧敲车，不断伫咧敲车，伊要互你机会，伊要互你机会。一年已经到12月中。
过2礼拜，2018年就过去了。伫年头的时，咱拢有真侪戏院，真侪想要。即摆已经年底啦，我甲你讲，你搁倒转去回想年头你的祈祷，到即摆年中年尾，其实上帝互你有真侪的改变。上帝互人的恩典，上帝互人的帮补，上帝互人的听，真侪时阵是点睛的中间。然后真侪时阵，咱也敢若领受迄个真自然、真点睛的恩典甲听筒，咱拢感觉都自然。然后咱伫咧数空气，咱拢毋知影，有时咱的鼻孔若无法度数开，你就定落去啊！你的生活无正常，你都无法度，你都无力去啊！所以有空气通数，然后咱阁有法度数空气，迄是何等的水！上帝拢互咱即款的机会。即摆问题是，毋知你会当互别人机会啊无？偌侪人得罪你，偌侪人一句话刺插着你，你有互别人机会啊无？耶稣直直互咱机会，伫上帝的国度内面直直咧提醒，伊听咱到落尾，然后咱真正有活倒转来听咱身边的人，互因一摆搁一摆的机会无？所有领受恩典的人。咱若讲报答，要报答听咱的人，上好的机会是，你先甲家己创好，然后整装好势，佮成做一个，互家己成做一个真正常、真好势，然后真有力，佮真有理想，佮真正面，佮会当帮助人。当你家己整装好势，变做即款的人，其实是对听咱的人上大的回馈。才有一个人。Ted Williams， 这拢是一寡激励型的故事。这个人，伊甲我编做伙，1957生的，伫纽约。14岁的时就开始，因为伊有一寡特殊的物件，但是伊的生活，伊开始的出身足平凡，所以有人就鼓励伊去接触广播电台的一寡遮的技巧，然后互伊去鼓励伊去读军校，然后倒转来伊做一寡遮的 OK， 伊深早开始真平凡。最近我伫咧鼓励规个20岁左右的青年，有个人真认真拍拼咧读册。规工拢咧读册，然后甲人诶无啥会晓甲人直接，无啥爱甲人讲话。有一寡人是连读册都无爱读，伊无趣味读册。这我都鼓励伊爱紧诶去找一份啥物工作，然后家己有一份收入。18、19岁，你若会当一个月会当2万几、3万块，你会当饲你家己，互家己养壮，佮甚至会当帮忙家庭，这真水。这个就是亲像安尼，一开始的人生，伊对真侪物件，伊无基础的教育，有人鼓励伊遮，有人鼓励，伊就从啊照安尼，然后伊身躯就有一寡特别的基础。伊开始主持电台，变做一个真出名的人，到处互人欢迎，佮有真悬的收入。总是到1996年开始，伊开始因为人出名，佮有钱啦。开始食毒，开始啉酒，直直咧食毒啉酒的人，伊就无法度正常工作，上班都无法度，然后无钱无收入，伊就去共抢共摕，然后一摆搁一摆互人掠去关。你看伊的形状直直咧改变，因为伊无钱，伊开始改装伊家己，然后到处。后来伊怎流浪，因为互关搁关。亲人朋友嘛毋知伊走对倒位去，伊就怎成做一个街头浪人。我毋知影你捌看过遮个人无？咱台湾即摆往哪开始有遮个？有当时伫银行口，有当时伫即个公园边，你着看到一拨人，规个铁马，规个乌托邦，规个迄拢是伊一世人的财富拢伫遐。然后到处过日，然后伊
就变做即款的人。然后就摕一个牌啊，踮迄个路边 ，Just give me anything, just give me anything, God bless you。啊，即个状况，我伫1983年甲蔡牧师娘去印度的时，伫门买一个罗芬人基督直直看到，哇！然后深刻开始，咱自卑怜悯，看到这个囡仔安尼遐可怜，咱就摕一个啥物物件互伊，无拍算摕互伊，啊，就2、30个就活来，啊，拢甲人就甲阮交代讲，你绝对毋通哦，你若无出代志。啊，这伊就怎变做迄款咧？拢伫路边靠人的救济，靠人的怜悯，然后伊伫咧过日子。有一日，伊我那摕伫遐，拜托，互我啥物物件通食？拜托，互我啥物物件通食？我巴肚枵。我有一个真好的嗓子，我过去我是一个真出名的。拜托，你会当帮忙一个啥物物件互我？后来伊伫迄日。伊拄着一个另外一个出名的记者，啊，伊伫咧讲起伊的有偌好的声喉，有偌好过去伫个广播电台的偌出名的主持人，啊，迄个人真正落来，拜托你试音一个敢好，你试音一个敢好，无打算迄个试音落去到底，伊家己惊着，他有即款的，即世间他有即款的嗓子的人，啊，沦落到即款的街头浪人。我毋知当拜托咱来放即个影片无？对啥？这是第一摆拄着伫迄个足落片的中间。Hey, I'm gonna make you work for your dollar. Say something with that great radio voice. When you're listening to nothing but the best of oldies, you're listening to 迄个人 Magic 就开始拜托伊讲几 98.9. 句 Thank you so much. God bless you. 电台的片头的声。And we'll be back with more right after these words. And don't forget, tomorrow morning is your chance to win a pair of tickets to see this man live in concert. 迄种 I 临 just 时 said, 的。 hey, I can't be an actor, I can't be an on-air personality, but the voice just became something of a development over years, and I went to school for it. And then alcohol and drugs and a few other things became a part of my life. And I got 2 years clean. 这是伊老母， He called me on my birthday. He didn't even know how old I was. He told 伊 me 老 I'm 母想讲， 92. 伊差不 I'm 多 like, 这个 I'm 囝已经毋 90. 知消 He 息 lost 对 a 倒 good 去啦。 job. He destroyed his family through drugs. 伊食毒、 So there's, 啉 I 酒， prayed 甲伊的 and 家庭 prayed, 拢毁了 but I 了。 always said, I guess my prayers wasn't strong enough. It never got 啊， through 想 to 讲 him. 我久 And I 长对 went 上 out 帝 there, 祈祷拢无效。 and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voice. I said, who is that? That's your son. He come from a nice family, and then he went poor. So maybe this will build him up. More right after these words. 对啥？来个切得等。OK， 谢谢。原本是一个真出名的人，有真悬的收入，然后因为家己堕落、放纵，怎变做一无所有、无家可归。总是等这个记者，这个记者的名叫做 Doro Shannoworth。啊，等拄着的时，互伊试一个音，无拍算，发觉讲，哦，伊的声喉太遮尔特别，迄毋是一般的人有法度，迄嘛毋是训练有法度训练出来。怎开始甲伊的一寡遮个开始叫伊去录影，然后甲伊的 YouTube 开始打出去，全美国对西到东开始变做真出名，开始遮爱叫伊遐要邀请伊。你来我的电台，你来主持什么节目？然后我互你车，我互你厝，我互你啥？连伊就佫变做伊的人生转，佫随时佫爬起来。爬起来了后，伊第一项代志就是要转去见什么人？见伊妈妈。等伊的妈妈看到伊的囝。等伊妈妈突然佫知影伊的囝已经佫完全重整家己定心，佫倒转来，然后佫徛伫迄个真炫耀的位置的时，伊妈妈欢喜甲袂固定。前伫咧讲，我几十年的祈祷，为着即个囝的祈祷，拢无效，上帝哪敢若无听见，无拍算。即摆伊讲，上帝听我的祈祷，上帝听我的祈祷。
然后即个囝甲伊讲：“妈妈，妈妈，我倒转来了。”接要问的是讲，你有可能是迄个定心去敲找一寡已经迷失的人，亲像迄个记者吗 ？Shane West， 迄个记者通常伫国外，阮受即款的训练，伫路边不管人安怎有偌可怜，偌可怜，要给你拜托啥？你尽量卖，尽量卖，因为后壁遐有真侪潜藏真困，毋知要变化做啥物款。毋知恁捌拄着迄伫路边点啊举手讲要坐车的有无？敢捌？有啦吼。若迄你会落去甲知影袂？你会停车甲知影袂？我知过，有真侪趣味的故事。我知过，嘛有一寡危险的代志，所以每一摆，迄拢是无共款的故事的产生。这问题有当时真侪时阵我会停落来，我会冒险停落来是，有当时我伫国外，我嘛捌有伫路中需要人载，一摆甲人人拢毋捌甲我载，可能我无够缘投的款，还是看落。我毋知影你会安怎，咱定定嘛，互人教讲，路边若有人发生车祸，互人安怎样？你毋通落去哦，毋通落去危险哦。我毋知你安怎教你的囝，但是我会一摆伫路边的所在，我会一摆停车，我会落去斗处理。有一摆，迄是几十年前的代志啦。姚嘉文律师迄个时伫咧选举，我去徛伊的头前的台，咧赶时间已经咧赶时间伫我面前嘣一个落去，我已经咧赶时间，但是佫伫我的面前，边佫无人要落去，要安怎？我嘛是落去，甲送去诊所交医生，我系啊。我都爱踮遐弄一寡记录。OK， 真侪时阵，爱是需要冒险的。伫你的一生的中间，你若拢计算了足安全，你才做代志，你一世人做无代志。所以你若后摆你若看到即个阿财牧师，恁知影伊定定拢伫咧做一寡冒险的代志。OK， 你是迄个去冒险。去帮助人，互别人有机会的人嘛，这是一个问题。第二是，永福教会会当诚侪即款的教会，互各种失落人生的价值、意义、方向，已经成做一个真无助、真孤单的人，毋知伊的人生要安怎样开始，安怎样救拢救无，特别遐其实当一个人咧落魄，一个人出代志的时，大声放弃的，通常是伊的厝内人，因为厝内人久长受伊安尼折磨，久长厝内人咧讲的话，伊嘛毋听，所以迄个是一个真大的家庭。有当时也是上好一个互人会当避难的所在，但是家庭定定嘛是互人带来失望、痛心的所在。即马家庭若无法度失落迄个应该有诶，佫互人，佫互对落诶人有机会会开来到光明诶时，毋知即个对落诶人有机会佫拄着另外一个人，还是另外一个单位无？迄个单位叫做教会，迄个人有可能叫做你，敢有可能？这个相片是保罗伊青年的时，也佫高中的时参与伫遐的相片。迄个时我伫阮国外牧会的时，迄个教会有去downtown，然后透早因5点就爱出门，所以就爱去有当时4点外就爱塞车出去，然后开始为着遐的游民。伫咱downtown的所在 ，First Church， 今仔拄好阮国外朋友坐伫遮，然后透早因就踮咧
遐你会当看到各种无共款的街头的人，然后你嘛有看到穿西装的来伫咧领早餐要食。请问，你若是迄个伫咧管理的人，穿西装的要入来食，你要互伊食，毋互伊食？有一寡人拄仔伫附近上班，早上无食，然后就往来遮排队，食就去上班。请问，你会互伊，还是甲伊讲，是的，阮这是干那某游民的？有一寡单位是爱请穿西装、社会地位好的人食饭，伊永远无法度通接触街头遐个失落的人、落去的人。有一寡单位是真正拍开，我想伫温哥华，原来有一间教会，伊24点钟门拢无关，这是 United Church。门拢无关，然后这椅拢互游民伫遐咧困，然后逐日一个时间都有一个牧师伫遐，带因吟诗、唱歌、祈祷、地讲，然后迄个教会完全拢拍开，真好的地段，真要紧的地段，但是拢游民伫遐组织，这要安怎讲真困难，但是有教会。有人是专门咧做遮个代志。人生的路直直过，人生直直行过。咱仰望上帝啊！你互阮一寡机会。少年人真正会当伫人生迄个少年的阶段，常常用谦卑的态度来装备家己。我常常伫咧提醒少年人。伫你还阁少年的时，毋通直直挑战中年人甲老年人的问题，毋通直直挑战，因为你人也未到遐，你用少年人的想法，直直伫咧挑战，直直伫咧质问，你学袂到物件。少年人，你的人生才开始，你是一个充满梦想的人、妄想的人，真好，人爱做梦，但是实际社会各种角度，少年人你看袂到。所以我爱少年人谦卑是少年人面对较中年老年的人，常常拢伫咧问为什么？特别做法甲你哪无共款的人，你哪爱去问为什么？因为伫咧问为什么的时，你会当得到别人的智慧甲经验，然后你就伫遐得到，毋若学着别人的，你会当得到真侪人对你。心目中看讲，这个少年人真正有潜在力。中年人，你真正你要用足侪时间，你嘛真牺牲、真付出，所以你要把你的家庭顾好，因为这个家庭伫中年的时真紧出代志。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囝儿真紧出代志。包括中年人，咱家己的力若无够。咱家己的力若无够，但是你要培养少年的，你要搁扶持遐个老的，你家己会互拖绑去。所以中年人才真要紧是恳求上帝，真正爱恳求上帝，互咱真正才会当行过，互咱有够个力会当行过。然后咱有机会，原来伫即个中年，咱手里有真侪资源的时，会当诚做别人的机会。互别人机会，邀请别人，然后陪伴别人，我想这个是拢真要紧的事。到老来的时，千万毋通阁为着子孙，千万若会当的时，到老来，我要阁问一项，囝甲你讲，妈妈，我阁生第三个拜托你留来甲我顾孙好毋好？然后你已经带大个第二个第三个阁带落去。大囝甲你若带落去，就爱第二囝嘛，就爱带；第三囝嘛要求，就爱甲你带。若无你拢袂公平。然后你退休了，你全拢叫孙白条咧，安尼好毋好？我要祝福遮个真正伫遐伫咧顾孙，退休了拢咧顾孙，全阁别咧无机会出去，或者係长辈，有咱中间有即款的人。但是若确实咱的士大人真正为着过去
少年的时拍拼，中年的时为着遮个囡仔，为着家庭，为着一切安尼，然后事业、产业直学，伊拢无休困。到伊退休的时，佫互囝儿要求讲，都爱佫带孙，大囝的孙、第二囝的孙、第三囝的孙，拢安尼，然后一世人全献身伫家庭。我讲，恁遮做囝的人，是大人人安尼，恁的确都爱加倍、有效甲陪伴。若无实在是真不好，咱剥夺了上一辈伊自由的空间。我以爱这个长辈，你一世人拢行过了后，你真正会当为着家己活。上帝互遐个年老的人、头毛变白的人，有一个尊严是，你爱得到众人的敬重、敬爱。然后众人敬爱你，为什么你少年的时付出太多？然后这时大人真正会当，你莫想伤多，好好啊享受。好，因为你的年纪甲你的健康，毋知当时要消失，毋知，所以你都要有迄个机会，好好把握机会，莫阁为着子孙，外国人18岁、20岁，因都囝拢爱自由起来。我想咱台湾人可能爱过到几岁？所以，逐个人的人生铁学计算拢无共款，但是不管怎样，拢爱为着家己保留。所以拜托的，我直直讲，我65，恁都毋免阁甲我留，无可能。我都到遮，我感觉我尽力，无容易，真正无容易。人生一步一步要安尼行，足无容易。咱要持守到落尾，留一段时间互家己享受人生，然后享受迄个自由，然后你会当伫遐享受了，你感谢上帝互我的人生，我该行的，我该做，然后我该享受的，你拢行过，互社会人看到你这个长辈有够有智慧，有够好，然后活甲真诶，互侪人当学习你的模式，所以你爱去创造一个模式，真侪别人的羡慕甲学习。OK， 咱来讲 Ted Williams， 等于佫一摆佫转来到舞台，佫一摆转来举麦克风的时，伊直直咧讲的一项，上帝已经予我这个机会，我要安怎将我的余生报答上帝的恩典？我毋通佫予我年老的妈妈操烦，然后我直直咧追踪这个 case。因为人定定伫得到好的机会了后，生活经济拢足好势了后，开始佫坠落。我望亲爱的朋友，咱真正伫上帝面前，上帝予咱一寡机会，你要把握。然后上帝予咱有各种的能力，你即句若真好势的时，拜托你袂使干那享受你的好势。基督的信仰伫上帝国内面，你的确勇壮的，都爱去伸手去扶持软者；有气力的，你都爱去保护遐个虚弱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强助弱的社会，这是伫基督的内面新的社会观。感谢主的恩典啊！两条路，已经到年底了。已经到年底啦，咱真侪时阵，咱无法当再回头，咱敢若伫咧计划新的一年，咱有一寡物件需要再调整啊无？因为上帝通过你我咱家己的调整，上帝会佫无共款的恩典，无共款的角度，互咱看见。OK， 我拄则讲的是即个，上尾停落来。甲伊讲，你试音一下，我看卖。你讲你有一个真特别的声喉，来，你试音一下。伊随时等迄个车来，甲伊的装备就随时互伊试。哇，不得了！然后即个记者改变浪子新的人生。咱的教会，我望永福教会，直直会当互咱，互永福教会成做一款的。互所有咱周边的人，伊的生命的状态，不管怎样，来到这间教会，会当生命重新丰富。我嘛要提醒一寡人，
你毋通干那活伫家己的内面，若无你的年纪一年，你怎啊直直伫群体中间怎啊直直落去、消失去？食较流苦苦的时，你怎啊甲人隔离？毋若甲人隔离，搁甲上帝隔离，因为你的性命甲别人无正做一个正面的连结。咱要安怎？不管你选择的生活方式怎样，毋通袂记得，你袂使干那活伫你家己甲你的工作，袂使干那活伫你家己你的工作甲你的家庭，你共爱甲别人发生关系，迄个连结性的。你伫你的身边上好，你要有一群人是你直直咧关心，直直咧带导，直直咧陪伴。这个人有人会爬起来，亲像 Williams， 伊会爬起来有时伊会比咱较勇壮，因为咱会衰老，咱会出代志，只要互咱帮忙过的人，换因会来陪伴咱，会来保护咱。基督彼此相挺的世界，就是即款的道理。主啊，互我一个机会。耶稣讲：既然劳苦背重担的，通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所有劳苦的人来就近耶稣，伊要互咱阁有一摆的机会，然后伫伊的内面休困，享受迄个平静安宁了后，你都要阁诚做勇壮的人出去，你都要阁诚做一个勇壮的受差遣出去。所以，愿望永福教会所有的牧者、所有的中级同工。咱逐个人拢诚做，爱有迄个使命感，诚做抢救生命、影响生命的人。所以每一个人爱诚做一个关心生命、关心你身边的人的需要的人，互人有机会通过你的听甲服务，这个人爬起来，这个人更较经验着上帝怎样听伊。圣诞到了，就是这个信息。伊听你，你嘛爱诚做听人的人，同心来祈祷。感谢主的恩典。互阮有机会，生命伫你的内面得到新创造。愿阮有一日，阮会当得到启发。阮爱好好珍惜阮有生之年，真正会当做一寡，互软正的人，因为阮得到勇壮；互对落流失的人，因为阮阁活头倒转来。互上帝百姓会当伫上帝家，逐个人三甲牵手，三甲吟诗，三甲祈祷，三甲学老，因为阮的生命拢受找倒来到伫上帝家。永福教会，望是上帝国临在的一个角落，无完全总是遮个努力，因为有一群人伫祈祷，一群人伫咧羡慕，一群人真正用生命伫咧去做上帝国的一角。这世间有黑暗，侪侪人着答。阮要安怎样伫上帝你的亮光下面做真理的光，反照伫遐黑暗中，互黑暗中的人会当看见大光。这就是圣诞的信息。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们。接着咱要过来由原来吟圣诗。圣诗第41首，圣诗第41首，请来，请来，以马内利救赎以色列正行里，因受牵线失志伤心，夜头望圣囝降临，欢喜欢喜，以马内利以色列啊，主要来临，请咱起立吟全首。Amen.
请坐。即条咱要来应答上帝，请奉献。请兄姐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这条介绍甲报告要来请牧师。伫遮来介绍规个朋友伫咱中间，欢迎你伫基督的厅内面参加伫遮敬拜。顶礼拜拜六咱中间保兰姐的先生安息啦。伊的先生一世人毋捌进入教会，总是伫要临终以前，中基的牧师甲洗礼有答应受洗，所以今仔日保兰姐即摆原来已经较退化，较无法度通好来教会做礼拜。陪今仔日保兰姐甲两个囝总选，大兄是英钦英钦甲总选拢伫遮，来咱请起来互大人看一下好无？好。请坐，过来拜五的早起，伫咱教会举行个别礼拜，所以咱边一家人，咱三甲来，好无？会当陪伴人结束伊人生的旅程，我看这实在是真神圣的陪伴。所以我做牧师，我感觉我有迄个荣幸，这是对我来讲，我是欢喜的代志。会上的朋友燕凡是吧？甲苏怀来，毋知伫倒位，咱请起立好无 ？OK， 好，欢迎恁嘿。
上帝祝福恁，平安伫中华。OK， 来，永菊甲黄妹伫咱的中间，伫台中来。OK， 来，徛徛，阮看一下好无 ？OK， 这伫台中来，自来兄弟吼。OK， 多谢。伫台里，我台中台里教会来老德三兄弟，德三兄 ，OK， 好。上帝祝福你哦 ，OK， 我看，毋知还佫有介绍无对的无？好，咱是毋是互相来一个手好无？伫耶稣内，咱拢做一家人。伫耶稣内，吼，咱互相握一个。今仔日礼拜互相握一个手，咱才离开遮。好无？哆哆来咪 ，You can do it。好来，无要紧来换手，换手，换手。上来吧。即摆后摆即个只拢爱刻一个歌词伫遐哈。来，来，大家咱起立来。耶稣来，互相握手请安，有你真好哈。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耶稣来，咱拢做。耶稣来，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请你行出去，甲人握手哈。对得直到永永远远，耶稣来，咱拢做一家人。OK。这毋免阁介绍，好，请坐。上煞有一个好消息，玉婷的爸爸来宣牧师，对来宣牧师，正月就会去桥头教会吼，婚林乐庆迄个所在，台湾离六轻上晚的教会吧，愿意去遐吸迄个空气，身躯还佫勇行。OK， 所以咱甲戴牧师我来拍一个炮仔来好无？这我若你伫遐最后一件啊，所以好拍拼。前个牧师去日本吼，咱台湾有一寡。中年的遮个会当讲日语的牧师，即马拢调去伫日本啊！新生代，因为日本了有一寡台湾人的教会无人通接，所以即马佫重新调一个。这阮这拢准备要退休的人啊，所以咱也爱替台湾的教会祈祷。伫北美、伫欧洲有真侪过去移民的台湾人去的教会。遐个牧者原来几乎拢比我年纪较大。我伫遐个时，我37岁出去，是全北美我上少年的。我即摆已经准备要退休，定定咧讲退休，所以早前伫我头前遐拢退休了，去接真少人，所以遐有真侪教会欠牧者，替海外的台湾人的教会祈祷。望因无论到什么所在，拢也阁有牧者陪伴因的人生。以上报告就是。即条咱要来吟圣诗42首，请来耶稣愿所望，救主民得到自由，在愿脱离一切压迫，活命对你得保守。来讨放受难的同胞，救因出黑暗地狱。你的疼，互阮得确信，为明白人生目的，请咱起立来言传授。
请来耶稣愿所仰望。但咱已经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人啊，就受差遣欢喜进入这个社会，进入你所工作的所在，伫遐诚侪一个福音的播用者。通过你的好所行，互人看见你真正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愿三位一体的上帝，伫耶稣基督诞生这段期间，搁较装备你、丰富你的人生，搁较掂到圣神，掂到你生命的热情，欢喜出去，诚侪一个福音的宣扬者，互人归往伫爸上帝新的国度。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确扶持你，对即时到永世大保证。阿门。请坐，别倒，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甲你的家。